周日房屋徵收補償款中嘅停產停業損失，係咪全部都該租客呢？喺房屋嘅交易關係中，遇到政府徵收嘅時候，徵收補償款嘅分配往往成為租約雙方爭議嘅焦點，尤其係停產停業損失補償款。如何喺房東同埋租客之間合理分配，一直係司法實踐中嘅熱點問題。今日我哋就通過一個最高法院嘅一副案例，為你詳細解讀其中嘅法律要點同埋裁判規則。我哋睇呢個案件係點樣嘅。2017年10月1號，木材加工廠作為房東，佢將面積1000幾平方嘅房屋租俾租客汽車維修公司使用。合同中約定，如果遇到政府徵用，房東應補償租客搬遷嘅相關費用。但係咧，事情嘅發展並不如預期順利。2019年11月25日，區自然資源局發布土地徵收預告，案涉嘅地塊被納入咗徵收嘅範圍。區自然資源局委託專業嘅評估公司對案涉嘅地塊嘅地上附着物、設備同埋物資，以及租約雙方嘅停產停業損失進行咗評估，其中停產停業損失評估估值為94,000幾蚊，雙方就呢個拆遷補償款嘅分配發生爭議，起訴到法院。呢個案件嘅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喺停產停業損失補償款94,000幾蚊嘅分配上。一審法院就將呢個停產停業損失補償款全部判俾租客所有。一審法院嘅判決咧係被二審法院糾正咗㗎。二審法院就認為啦，停產停業損失係指因為徵收房屋導致嘅直接效益損失。租客因為合同冇辦法繼續履行而終止生產經營，必然產生實際嘅經營損失。房東咧係因一個房屋被徵收而停止出租獲利，亦都存在租金損失。因此，法院就認為唔應輕易否定房東分割呢個停產停業補償利益嘅權利。二審法院就綜合考慮出租人嘅租金損失同埋承租人嘅經營損失，依據公平原則，確認雙方按50%嘅比例嚟分配呢個停產停業損失嘅補償款，即係房東同埋租客各享有47,000幾。通過呢個案件，我哋就提醒廣大嘅租業雙方喺簽訂租約合同嘅時候，應該明確約定徵收補償款嘅分配方式，避免因為約定不明而產生糾紛。